呀，都是一个后壁。好，成功哦！一鞠躬。天运岁次已起年，国历5月4号、6月4月7号良时吉日，恭迎江天宫白沙天上圣母之沙皮马圣母正驾，革命婚姻关警察局打人分局。分局长李文志率领同仁一同虔诚恭迎圣驾莅临本分局，并祈求消灾解厄，祝福万事如意，人和平顺，并保佑关于本分局岛南大滨高溪地区治安平稳，交通平顺，并保佑本分局全体同仁身体健康，公康快圆满顺利。岛南分局分局长李文志叩谢神恩，向天上圣母鞠躬，内行鼓掌。